大家好，我今次帶大家嚟到 Sea to Sky， 對上拍咗幾條片都係一啲海景嘅3房嘅單位。今次我帶大家嚟睇呢一間咧就係474尺嘅2房高層單位嘅，我哋即刻去片去睇睇單位嘅情況。這是 Sea to Sky 超漂亮、超海景的花園平台。大家好，呢一間 Sea to Sky 嘅2房，一入門口咧係不設玄關位，呢一邊係一個 U 型嘅 L 型嘅大廚房，其實配置咗明火，喺市場咧係相當罕有嘅。呢一邊係飯廳嘅位置，前面係客廳。單位位處高層，相當開揚，結大門，開放式廚房有明火。呢一個係餐廳嘅位置，可以擺4座位嘅餐台。呢邊係客廳。我哋即刻去睇下第一間客房，相當闊落，可以擺4尺床，仲可以做到一個大嘅衣櫃。哇！呢個單位嘅洗手間係名廁有窗喎，呢個係2房單位入邊相當罕有。呢個屋苑咧入伙嘅年期都相當短，都係3年幾。主人房真係可以擺到5尺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喎。Sea to Sky 呢個屋苑咧係有長江加埋港鐵打造嘅，亦都係離地鐵站係一個相對比較近嘅位置。步行到商場嘅都係2至3分鐘嘅時間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日常版嘅2房有興趣咧，就記得打電話俾我預約睇樓，又或者查詢更多類似嘅想法。拜拜。